澳門嘅夜有兩種光，一種係向天生長嘅日紅，而另一種係向地扎根嘅香火。兩種截然不同嘅光影喺街角相遇，開始咗長達400年嘅對話。時間倒流400年，從明代嘉靖年間到現代文化交融，當年嘅模樣我哋已經冇辦法親見，但我哋知道，從明朝嘅一塊石頭到清朝嘅一座小廟，再到今日藏喺樓宇間嘅祠宇，非遺喺呢片土地上嘅守護仍未離場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嘅雀仔園係澳門最細但亦都係最忙嘅土地廟，被街坊封為武財神嘅玄壇菩薩同埋當年太子，為社會順天應時定乾坤。呢度除咗善信祭拜之外，亦都肩負着更管嘅功能。100多年前，呢度嘅鐘聲負責黑夜嘅秩序；100多年後，呢度嘅門檻承載白日嘅人情。下環街福德祠，一座企喺東西文化交界處嘅廟，佢誕生於填海嘅泥土，見證住20世紀澳門向外生長嘅野心。同治10年，風災摧毀過佢嘅身體，但始終摧毀唔到街坊重建嘅共識。海退人進，神不移。乾隆年間，從呢度望出去係一片海，而今日望出去係另一片劉海。風景被抹去之際，但節慶嘅文化仍然亘古長存。2月2嘅土地誕，鑼鼓一響，街道嘅流速變得好似100年前一樣慢。建成於明朝，刻畫住關前階級嘅古蹟。古碑上嘅規矩係尊神偉大嘅信仰。今日嘅我哋用唔同嘅方式踐行同樣嘅敬畏，對生活，對倫理。而呢座石亭，古人掛喺嘴邊嘅通天器，今日佢就為咗人擋風雨。我哋一直喺度變，填海、造城、起樓，換各式嘅衣裳，換各自嘅活法。而土地信仰亦都不斷喺度變，酬神修行，惜福守德，從社壇到祠廟，從仿生管治安到榮居康樂境。但仲有啲嘢，每當變幻時，仍然頑強地不變。我哋仲需要一個地方來確認我哋係邊個，以及我哋屬於邊度。而城市就好似一個快速生長嘅巨人，呢啲散落街角嘅石壇，係佢從未忘記嘅胎記。所以非遺係乜嘢？非物質文化遺產唔係遺落喺身後嘅產，而係流淌喺我哋身上嘅血。石壇守護嘅從來唔止係某個神祇，而係呢座城記得自己係邊個嘅記憶。下一次當你走過石壇同日紅嘅交界處，不妨聽一聽，呢400年嘅對話仍在繼續。